大家好，我係易優，今日6月22號同大家分享就恒指嘅走勢分析同埋未來走勢嘅預測嘅。咁啊，分析之前先回顧下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啦。咁啊，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就係6月15號嘅。咁啊喺6月15號 YouTube 嘅影片提到啦嚇，咁啊即係話從2024年嘅低位上嚟嘅升浪咧，都暫時嚟講咧都傾向一個反彈浪，因為按呢個級別嚟計咧，就啱啱到呢條藍色線嚇，就藍色線就2萬幾啊嚇，24,800嚇，咁啊接近25,000啦，咁啱啱係0.618嘅位嚟嘅嚇，咁就所以又過唔到。咁所以係傾向入呢個級別嘅反彈浪咧，都唔係整個浪嘅反彈浪。即係如果你整個浪係用2018年嘅高位嚟計咧，就唔係咁計。咁按呢個高位嚟計，2021年嘅高位嚟量度咧就0.618。咁啊啱啱好，咁啊又過唔到，咁啊所以呢度傾向入反彈浪啦。咁亦都提過啦，短線一個比較長遠嘅手法啦。短線嚟講咧，就亦都提到過啦嚇，咁啊23,800咧，咁啊守住咧就可以先有一個小反彈嘅咁呢個已經講咗啦可以有一個小反彈咁但係呢個反彈咧都即係輕微嘅反彈，即係我哋睇翻呢個就13號啦，13號星期五啦咁啊16號。16、17就有一個反彈啦，我哋睇翻小時圖係咯咁喺呢度嘅咁16、17、13號係波動頂低日啦我哋睇翻就即係話本身就係13號係波動頂低日嘅所以就先有一個反彈啦13號波浪頂低日，咁呢個係小浪嚟嘅啫咁一個反彈，咁之後咧又繼續落啦，穿咗呢個位就穿咗23,800咧，就到因為上條 YouTube 影片就提嗰個目標咧就22,700嘅呢個係日線嘅目標咁中間亦都有一個小嘅支持位嘅，我哋睇VIP 群有講嘅即係話中間呢個小反彈都有講嘅23,200。嗱，我哋先再睇下個 VIP 群啦。咁呢個 VIP 群就可以先睇19號嘅19號版。已經提過啦，因為琴日已經穿咗23,800啦，所以咧就會目標咧又會去到22,700嘅啦，即係呢條紅色線嘅。咁暫時嚟講咧就到咗第一個支持位啦。咁呢個小支持位嚟嘅啫咁琴日都講大概23,200啦23,200咯。咁今日已經係最低去到23,185嘅啦。咁就有少少反彈都唔出奇嘅，我覺得但係咧就個反彈咧就唔會太多嘅啫可能小反彈嘅啫嘛。咁反彈完之後咧就都係繼續落嘅機會好大，因為已經個日線已經係轉晒弱噶啦咁其實就日線咧已經出咗見頂信號啦，跟住提過啦。如果穿23,800咧，就日線都出埋見頂信號噶啦。咁所以因為日線出見頂信號咧，個跌幅咧就比較大噶啦咁所以就22,700就基本要求嘅啫，我覺得22,700穿埋22,700咧就到黃色線21,700啦。如果21,600都穿埋啦即係預鬆少少，因為呢度影線21,600都穿埋咧，咁就周線都出咗信號噶啦。如果其實我覺得22,700穿咗咧，就周線都出見頂信號噶啦我覺得就未必話要去到呢度。即係如果周線收穿22,700
咁即係呢條綠色線都穿埋啦，咁咧就周線都出埋見頂信號㗎啦。嗱，咁喺19號 VIP 群講啦嚇，咁因為已經穿咗位啦嚇，穿咗23,800，咁就好大機會試22,700，咁但係中間呢度23,200咧都有一個小支持嘅，咁就可以先有個小反彈咁但係呢個反彈咧就唔會太多嘅咁呢個亦都講話好清楚㗎啦咁我哋睇翻就亦都係個之前阻力位㗎啦23,800啦，咁有冇彈到咁多咧？咁都未必彈得咁多咁呢個就回顧恒指嘅，咁我哋睇翻大周期嘅數浪先啦就月線圖咁呢個暫時都係我嘅數法嚟㗎啦咁因為嗱，如果從2018年1月29號33484開始一個大括 A 就2020年5月啦 ，B 浪反彈21年嘅2月咁之後 C 浪咧就係22年嘅10月31號。嗱，咁呢個 D 浪反彈咧係從呢段開始計嘅嗱，我哋睇翻個拉嘅比例啦從21年嘅2月底開始嘅呢段跌浪反彈嘅比例嘅，咁所以即係話呢度係一個 D 浪循環嘅 D 浪，咁入邊只不過個 D 都有 A、B、C 咁樣咁所以呢度咧就呢度而家我都係 D 浪嘅首選做係呢個位嘅咁之後咧有機會繼續 E 浪下跌啦咁呢個其中一個數法亦都係首選數法啦。咁呢個你跟開我個頻道嘅就已經講過好多次嘅啦咁因為始終就個形態上咧就唔似一個推動浪啦推動浪就唔會咁多重疊嘅即係比如呢啲向下嘅推動浪啦咁好少重疊噶嘛。咁呢度變咗呢度咁多重疊咧就似係一個反彈浪咯咁當然咧就唔排除佢係一個上升浪嘅始終都不能完全排除，因為未曾穿位如果穿埋呢個位咧就22,700咧，咁就好大機會係咁樣一個 A、B、C 下跌，或者係1、2、3、4、5啦咁暫時重要嘅位都係22,700，因為呢個係周線嘅支持啦咁呢個就大周期嚟講啦咁所以就即係話會唔會再落翻去14,000幾咧？咁當然呢度唔會咁快落到啦即係可能都出年嘅事咁暫時嚟講咧就周線嘅支持位22,700啦。咁睇翻日線圖啦，咁正話都提過啦咁喺個小時圖去到一個，因為呢度有一個裂口嘅，咁按個比例咧亦都係0.236嘅位咁所以先有一個反彈都唔出奇。咁係咪已經彈完咧？問題就係即係話19號以嚟嘅一個反彈19號出咗低位，咁個反彈咧就彈到去20號啦，咁即係今日22號，聽日23號。咁我哋睇翻波浪頂底日啦，咁喺 VIP 群咁講到23號，亦都係一個波浪頂底日嚟嘅。咁即係話星期一就已經係可能係反彈浪頂啦，即係話即係其實20號啦，可能已經反彈完咁23號就碌翻落嚟都唔出奇嘅。咁我哋睇翻個咁呢個就如果一再穿23,200咧，咁基本上就確認佢係彈完啦即係小時收穿23,200咧，就基本上呢條小反彈都完咗噶啦咁再次向下，咁目標係22,700先啦22,700估計就亦都可以有一個反彈嘅
嚇。咁雖然呢度有一個支持位，但係如果一穿落嚟咧，都未必受得住嚇。未必受得住嘅，穿22700就試21700嘅啦，咁又係1000點。其實穿一個位都已經係又係1000點啦，穿23800就22700，咁又1000啦，跟住穿呢度又1000啊，其實就唔會話好少嚇，呢個級別咧，咁一穿就過1000點嘅啦嚇。咁反彈嘅再就提過啦嚇，咁23800幾嚇，我哋睇埋期指啦，期指就睇下有冇咩啟示啊。咁期指已經係提早落翻嚟嘅，咁期指咧就佢呢度下跌咧就有一個下降通道嘅嚇，即係從6月11號以嚟嘅一個下降通道，個通道佢都過唔到，咁之後又個通道頂係大概23600嚇，而家嚟講23600噶啦，咁過唔到都係反覆向下嘅啫嚇。期指其實都差唔多嚇，去到23100咧就有一個反彈，咁亦都係預期之內嘅，因為喺 VIP 群亦都提過，有一個反彈，但係彈完咧過唔到23700咧，都係繼續落嘅啫。呢個就恒指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